Dior 出咁多化妝品，樣樣都咁燒，係咪好難揀呢？我手上呢兩支都係世紀大難題啊 ！Tutu Pink 應該揀邊支呢？ Pink 其實係帶好淡嘅粉紅色 highlighter， 上面咧即刻做到飽滿蓬彈感，好似原生皮膚透光咁靚。Tutu 就係 Dior 經典嘅夢幻芭蕾粉色，比啱啱 Pink 上面係更加顯色，大光澤又粉嫩。即刻試上面俾大家睇下 Pink 嘅使用率咧，我係相對比較多嘅。佢係有種低調白裏透紅，同時咧喺光線折射之下咧，令你塊面好有膠原嗰種錯覺感啊！又因為佢係偏淡啦，所以我可以任意再疊加其他胭脂去玩嘅。至於 Tutu 咧，上面都靚嘅，但係未至於哇一聲咁靚咯。呢隻粉紅色咧係偏向青春可愛感嘅。如果當日化妝係大人係嘅話咧，就唔係好襯啦。總結就係，如果你用咗 Pink 嘅話咧，有人都會想八下問下你今日咁靚用咗咩嘅。而 Tutu 咧就係好普遍嘅一隻粉紅靚色咯。如果有 budget 嘅話咧，梗係好似我咁樣兩支都買。冇 budget 二選一嘅話咧，我係大推 Pink 啊！大家睇下，我已經不經不覺用咗半支啦，真係超常用啊！推介大家可以去 Dior 度試下色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